我琴日咧將個麵包咧放落冰箱，咁隔咗嘢。我哋而家試下將佢放落微波爐解凍。呢個係2塊麵包。好緊張，好緊張。使咪落保鮮膜咧？但係冇辦啦。跟住，跟住咧。開始變到5秒先。喂，得咗啊！正啊！即係呢個方法係 work 嘅。你睇下，嘻嘻，係咁有麵包食，可以咁樣説，好開心啊！好啊，拜拜。喂，嗨咁多位，我哋去到 Fender Street 就有一組，咁我同我嘅房東夫婦 Jaslyn 同埋Steven 就做咗出嚟 ，say 個 hi 吧 ，say 個 hi 啊！对 ，Hi， 这个是 Steven， Jaslyn，say 个 Hi 啊 ，Hi， 对，他们是我很好的房东耶。然后我们现在住了這個 Fender Street， 對啦。咁唔知睇咩？好多人啊！好多人啊！好多人啊！嗰套咩？嗰套係 Olivia Tree 啊！影唔清楚俾阿姨睇添，點解會轉嗰啲佈景㗎？真係好多人啊條街，平時嚟都唔覺。咁嗰度有賣藝啊，呢度周圍都有呢啲嘅其實。我真係去啲 set 風過嚟賣藝。好多人就去呢個櫥窗，好似就係得呢度先至有呢啲。其實今日係冇目的行嘅，佢哋兩個嗌我好型咁嗌我一齊行，所以就一齊行。呢度有人咖啡。And I have a new CD now.
It's called sliding with I have brand new CD now, so 上面全部都係星星嚟㗎。就係咁啦。行下去咗圖書館。今日落雨啊，其實度都好大。咁呢度啲人咧好得意。把老外的拍照姿势拍下來了，多好啊！沒打緊啊！所以我自己出去到處撩啊。就係咁，有啲人做嘢戴住頂聖誕帽都揾人影相，好好笑。圖書館都好靚我諗入去行下先要。圖書館唔使錢咁樣為，跟住後面又有一個教堂咁樣嘅。今日天陰個相機個色就好啲。係，哇好靚啊！佢哋拍極影極都影唔啱，繼續再影再影。他老是拍了一次再一次，然後再一次，很搞笑。好啦，我哋下一個景點再見啦。今日相機好乖啊！而家去到唔知咩地方，我都係唔知咩地方。商場入面啦，都 OK， 聖誕好多人咯，聖誕節。靚唔靚啊？香港靚啲，我覺得香港靚啲。咁呢度有超級市場啦，有行超級市場都。麵包。啊，好得意嘅狗啊！係啊，可以落大雨啊，但係嗰度而家買到一抽二冷翻屋企，仲有兩支酒咁樣咯，咁我哋就翻屋企啦。開始落大雨，拜拜。今日晚餐。對呀，對呀，對呀。是吧？我覺得今天應該吃火鍋。冷了。人家那天冷哈，就吃火鍋。那吃火鍋让他调的都不能吃。但是他走了那天。对呀。他还没有吃完就走了。假裝這樣就說吃飽了，明明就是蹭不蹭了一碗白飯。今日好好餸。喜怒無常這樣。帶去。这喜怒无常啊！我啥时喜怒无常了？哎呦，我的妈！现在下班了，啥时候下班？9點。他9點呢，他9點才下班。哦，我等他下班了。就是等回來還有人來嘛。你在旁邊有那個超市嗎？能買東西的。買啥？啊？買啥？我們買明天帶的東西，就是明天我們不是去那個 BBQ 嗎？哦。東西不夠，可能再去買點。Green Ferry 那邊的。有啊。啊，不是這樣子跑直，這一直走出去轉彎就是有了，拐個彎就有了。趕趟吧，這不是24小時的嗎？來得及。啊？來得及。趕趟，這車上我告訴你。好多餸啊！好多餸啊！仲有一個餸。馬上就好了。對啊，你看我們都是在看着你。他喜歡坐，給他坐嘛。可以開餐館。因為 Jace 生日，所以好好餸。咁你哋今日仲有朋友嚟咗，咁一齊食飯。今日仲會開紅酒添。咁頭先去咗入咗城，咁啊同聖誕老人影咗相，真係影咗聖誕老人，你睇下。嗰啲都係 free 嘅，咁跟住就係啦，就係咁啦。喂，我食飯啦，佢哋煮咗飯煮得好開心。咁今日我諗夜啲我應該都出去，所以好啊。夜啲繼續，拜拜。睇下我嘅聖誕大餐先，今日好多嘢食。
搞錯啦！飲着紅酒，開心死，好啊！朋友 A，食飯啦！好開心啊！聖誕大餐啊！冇諗過咁開心㗎，係咪好正啊？羨慕啦，繼續，拜拜。